主将定现在是世事的凡夫，最终侵当轮回六道，苦不可言。今悟着知识，得闻南无阿弥陀佛，万德洪名，故一心持念，祈求往生。愿佛慈悲不舍，哀临接受。地主将定不识佛心，愿佛示现。令我等得见极见观音世智诸菩萨像，比世界中清净庄严妙相。令我等了了得见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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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代志，恁爱知影。过去哦。有一个师兄弟，两个拢出家人啊，出家人。结果一个师兄坐禅，禅定的基础真好。有一天，伊伫坐，但是伊的师弟啦，伊的师弟，各位无偌久前4、5年前的时阵，已经自杀死啊！伊自杀跳会死，跳喺桥骹，砰一个连会死。结果即摆这个师兄弟坐禅的时阵。因迄个师弟就着迄魂啊，安尼，走来伊的头前，互伊看，安尼，伊讲看到啊，师弟做军好无安尼啊？伊讲我真好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就两个有讲有笑安尼，啊，就甲相牵，各位直行，行到迄桥的所在，各位，因迄个师弟伫迄桥顶，砰一个跳落，下边钻石头，结果哭一个浑身碎骨啊！安尼流血流接就对安尼，足可怜的。啊，伊迄师兄就讲：啊，你安怎跳落？你为什么跳落？做啥？安尼，啊，伊讲：师兄，我甲你讲，我每工拢爱跳一届啦。
我每天拢爱跳一届。自我自杀了后，迄个罪业真重，每天拢爱重复，爱凝治家己来处罚家己，各位安尼爱担迄个业就对。在座各位，死无结束了，死无结束哦。你的灵魂永远拢未死哦。啊，你的灵魂呢，伫灵界，伫另外一个世界，每天拢爱拖磨咱家己祈求，尤其是阎罗王哦，上气愤的、上懊恼的，各位上讨厌的啥，就是你。软弱，唔敢面对现实，唔敢接受挑战，结果你用自杀的方式来了断家己。对父母不好，对这亲情朋友无法度交代。上重要，上天互你来这个世间轮回转世，但是你辜负伊的心意，所以这个罪真重。各位知无？老师甲你教育，你有欠人啊无？有啊无？父母甲你抚养，你有欠伊啊无？你这债务拢还未还了。结果你倒来倒撇，家己自杀，各位这种的罪真重啦，罪真重，所以各位唔好随便自杀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啊冇？各位你一记哩自杀，无法度代志解决，没有办法把事情解决，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！注意这个问题，安尼各位听有无？一定要坚强，搁较安怎？高压你看卖。各位，安尼上唔是讲真高等的动物，但是你看，伊都爱生命，何况咱是咱人呢？各位对不对？咱人袂使随便糟蹋家己，对不对？这点要注意吼。好，在座这似乎要鼓励咱大家所有的人，喜舍的态度，我们喜舍的态度，使我们更富裕啊！咱若真欢喜布施，甲人家人替百姓来担当，尽量解开伊的痛苦。各位，伊需要咱甲帮忙、甲援助。各位，这喜舍的态度会使你更加个好呀，更加好呀，更加好呀。你有舍才能得，有舍得，你有舍才能得。各位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咱各位要注意，健谈的观念，只有互咱人愈来愈善假，愈来愈亏欠。真善者啊，佫亏欠，贫乏就是亏欠，所以咱人一个心胸爱大，大量若快的时阵，各位，你后摆路才会大条，10个人拢讲你是好人，你是一个大善人，所以咱一定要注意，那即健谈的观念，迄个观念，健谈就是一生5年拢袂轻易付出啦。在座各位要注意听嘿，注意听，较早一个官员呐，伊的爸爸历代因的祖先拢是政府内底大官员呀，政府内底官员的功臣就对安尼。各位，伊嘛足好个呀，伊嘛真好个，但是，各位，一笑布伊都袂轻易布施啊，一笑布伊都唔肯讲共帮忙斗援助，拢唔肯。结果各位，伊所有的资财拢伊家己管理，已经到真济岁哦，伊嘛照常拢家己落条对咧。啊，一支锁匙迄个金库拢放迄金银珠宝咧，放啊真济对。啊，锁匙拢放伫个身躯边，平常时啊出落地啊地着，啊若要困就放喺枕头下边。真牛，这个人真牛。惊讲去用偷摕去，所以伊的心用心良苦。有一天伊破病啦，爬袂起来，昏迷不醒。昏迷不醒，要安怎？因遐后生逝世，就赶紧利用因爸爸，各位已经病倒去啊，结果怎安怎？伫伊的迄个面，迄个枕头下边锁匙偷摕，偷摕了，各位，金库甲开，内底金银珠宝拢甲摕了。结果呢，迄个囡仔大家为着要争权夺利啊，为着要爱这资财袂公平，安尼来冤家相拍，各位来伫争斗，无打紧，告诉去法院去告安尼。因迄个查某囝嘛，为着嫁妆，讲我哪会亏欠我嘛是一份啊，为什么我无安尼就怨叹？各位安尼好，我头壳砍起来，就去法院内底申诉。化冤啊，冤屈，我上冤枉安尼，各位，你看，规家伙啊乱糟糟，亲情完全拢无。为什么行到这个地步？在做检探，咱人的执着，各位，你若是执着，
以为讲迄是你的，迄是你的安尼个，你温死的，在座各位，你后摆行袂开骹。咱千万唔好有这个外在物件，是假物件，是照你用的，你甲用伫适当的所在，无量的功德，用伫你私人的，要甲占有，要固定，你若安尼想，各位后摆足容易坠落，足容易继续受苦。各位，恁听有啊无？听有无？好，在座，所以咱一定要知影健贪。这健贪的观念，何使来咱人真善者，佮真亏欠。有佛法的人无是非啦，有佛法的人无是非。为什么？佛祖都甲咱讲，一切色相皆是虚妄。外口这个环境，这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物件，拢是假啊！你今仔日人甲你学咯。各位要安怎？嘛是你无需要真在意，人若甲你诽谤，你嘛唔免挂心嘛，嘛唔免挂心。各位，所以凡是你了解佛法，会晓去运用佛法的人，内底无是非。今仔日人甲你诽谤，人甲你赞叹，人是安怎甲你刺激，人是安怎甲你表示，无需要放喺心肝。在座各位，一记了起，咱的心会当转环境，就如同像佛祖共款。心唔好随着境转，唔好叫境甲你控制你的心，是你的心爱来摆脱，来控制环境。环境是好是歹，你介意你讨厌，还是讲你欢喜，还是讲你家己感觉不足的所在？各位，你的心唔好去受伊的影响，各位啊，如如不动，安尼就是修行上要紧的道理伫遮，才袂起烦恼。啊，你若逐工境若安怎，你拢对伊走就对啦。各位心对这个境造，你永远都烦恼，永远都各位袂快乐，永远都袂幸福。各位，啊，你听有无？知无？知啊，知好好。你看，咱有佛法的人都无是非啦，有愿心的人无得到甲失去啦。有愿心，你看诸佛菩萨，所有的圣贤贤佛，人因拢有愿心。我完成这个目标，我要救人，我要救人，要救人。各位，但是伊。也袂讲啊！我牺牲偌大，啊！我得到偌济，拢袂去计较，完全袂计较。迄有愿心，有愿心就对。你看阿弥陀佛，为着要成就伊的名号，互众生大家念佛，大家拢去西方净土，大家拢去做佛祖。各位，伊为着要完成这名号的功德。牺牲舍身舍命，流血流目屎，各位受安尼万善万幸，安尼付出，将来无救回报。结果人伊名号成就啊！咱众生来念伊的名号，大家拢得到伊的解救，得到伊的救度。在座有愿心的人，伊也毋是讲我一定爱得偌济，我有损失偌济，拢无为着这来的困扰。拢无一心，都是要救度众生。在座各位，人安尼有愿心的人，无得到甲失去的这种心态波动、情绪的变化，拢无非常清净。在座各位，听有无？听有无？各位，恁是不是菩萨啦？是啊，恁是菩萨啊，真好。一句话恁印得出来，足好诶。在座各位菩萨的人，无得到甲失去的烦恼，无。各位，一味都是为众生的设想，为伊拍算。好，咱甲修改好无？各位啊，一定是这有押韵的啦，有押韵。各位知无？人惊你，这毋是福气啦。你毋是讲你真伟大，你真了不起，毋是。咱要用德来感召别人，毋是讲我真坏爸爸安尼要共控制别人，毋是。各位，人惊你毋是福气，这毋是福气，逞凶斗狠呐！感觉我真歹，我真牛安尼就对。好，我武功真强，啊，特别欺负别人。各位，逐工要冤家相拍，这拢是暂时的尔。各位，你看迄真济共讨债啊，讨债，各位野军啊、撩情安尼，互共威胁，甚至甲人拍甲安尼歪高之喘。各位，你损德啊！你看起来一时你唱秋啊，但是以后的痛苦都对调调啊！你后摆灾害连连呐，天地袂当原谅你啊！各位，你会当逞凶斗狠，各位是一时尔，在座各位对不对？各位后摆若要死的时阵，你就知影。所以各位业障成熟啦，你的业力，各位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迄个业力若成熟的时阵。
各位因果若现前时阵，你一定去有这个果报，你做无好，白条的，一定就是白条的。你要安怎跳都跳袂出去，你要安怎改都改袂开，各位可怜。迄个时阵叫苦连天，叫苦连天。为什么我安怎呢？为什么我安怎安尼？你无问讲当初时你拍人的时阵安怎？啊！你欺负人的时阵是安怎？你无想吗？啊！今仔日果报即马倒转来你的身躯啦，倒转来的身躯一定去互煞白掉，互迄个因果甲你白掉的，迄善甲恶的报应甲你白掉的。大汉来时必受苦，你大汉咱要往生的时阵，各位面对着迄个因果啊，面对因果，你所行过的代志，拢点点滴滴，拢会现前呐，拢会现前。迄个时阵，你绝对接受这个苦楚啊，迄个苦报绝对现前的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咱唔好讲为着咱家己较敖啊，还是讲我地位较悬，还是我程度较好，啊来欺负别人，唔好安尼做过，对不对？对唔对？各位听有啊无？听有哦，好，咱拢哦一个大家庭啦，所以事拢问恁讲，听有是听无？安尼，各位，人普通人敢呢问嘛？唔敢呢问啊。我讲哈，随缘尊重哈，你听有无？无要紧，听无嘛无要紧，安尼。各位，人一般人拢是安尼伫恭敬，啊，事唔是，我一定问你，听有是听无？安尼。各位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作咱都是一个家庭，咱拢是个个亲，伫这个所在出入的人，我可袂讲，甲上好物件要送互你，你观念若对，后摆你去好所在，事深深甲你祝福啊！各位，对不对？你们听懂吗？听懂哦，很好，好，咱甲收起来，紧嘞，换一张较紧较紧。各位，这古早人讲的话，因果一定要清楚。咱人伫做，天伫看你。各位，你唔好讲啊，都无看你啊，这样都拢无看，也无看人啊。但是你错误了，一点一滴，你行过、想过，你动的念头，拢已经记录啊，拢记录就对。一念动，鬼神知啊！一念若叮当，鬼神拢知影。各位，拢随知。伊讲战战青天不可欺，各位，青天白日啊！各位，你看一望无际这个青天。蓝天白云，各位青天唔通欺负我。讲哎呀，伊唔知啦，我伫遮呢随随便便配喙烂啦，随便安尼讲话就对。你唔好安尼想哦，伊拢随时甲你记录哦，随时记录。未经动念以前的，你迄个念头还未叮当哦，安尼计划哪样？想安尼想，但是还未做哦。但是天地拢知影，天地已经拢知影，各位。未情，你未未zan经动念，念头还未叮当哦，已经神拢知影，神拢知。劝君莫做亏心事，劝你唔通违背良心，唔好去欺负，讲违反，要安怎设计陷害人，要安怎去侵占别人，要安怎去共占人的便宜。各位，你唔好受这就对。各位，咱甘愿红片，唔好互良心负担吗？各位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会记，所以劝君莫做亏心事。古往今来放过谁啊？所以自古以来到现在，多一个人会当逃避，多一个人会当跳过这因果，无一个人啦，各位。该你爱接受，伊就会来就对。在座各位，安尼知无？所以咱人吼，有看有度量的人，有慈悲的人，你绝对行路才会大条。安尼好唔好？好，来修改可以。好，我们来最后看这一章 last one。在座各位，这张书足爱讲的，真爱写。我很喜欢写这一章，很喜欢讲这一章。为什么？各位显露出阿弥陀佛对咱众生的关怀。仙道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，伊甲咱讲，无论弥陀念不念啦，你唔免去讨论啦，免去讨论。各位唔免去研究。讲阿弥陀佛到底这念就是要救度，伊要甲你救度，还是歹甲你救度？这唔免讨论，唔免讨论就对。为什么无需要讨论？因为佛祖伊发愿，我若是成佛，你只要念佛就好，唔管你什么对象，唔管你在什么时候，各位知无？吼，唔管你在什么地点，只要你念佛，我绝对救你。这是我的愿，阿弥陀佛的愿，各位，我已经成佛了。所以救你是我的任务，是我的任务，我应当爱做的。天经地义，我若无法度救念佛的人，
阿弥陀佛讲，我绝对发愿无要成佛啊，无条件成佛。各位，安尼恁听有无？听有无？所以今仔日咱顺伊的愿念，伊的名号，伊爱救你阿免，爱阿免。伊若无救你，你念佛你无救你哦。你讲哎呀，我念嘛无济啊，伊敢会救我呢？啊，我头壳吼拢杂杂俩，也未清，我念佛拢有妄想心，像我呢，伊敢要救我呢？各位，啊，我较早吼做真济罪业呢，安尼啊，做足济业的，还真济因果，啊，我即摆来念佛，伊敢会救我呢？会啊未？绝对救你！各位，安尼听无？绝对救你！你唔免去考虑你家己就对。讲啊，我较早是如何，你拢唔免考虑，唔免担心，拢无需要担心。现在上重要是，你有要念佛啊无？问你一句，你有要念佛无？诚心念佛有啊无？有，佛祖绝对袂甲你放杀，永远都袂甲你放弃。这是阿弥陀佛的愿，师弟遮甲你担保哦嘿，我甲你担保，用我修行甲你担保，用我出家40几年啊，各位，我甲你担保，甲你担保讲，我如果若是讲佛祖甲我骗我，安尼我就是骗你。佛祖若无骗我，我永远都唔敢骗你。各位，安尼听有啊无？各位，所以佛伊甲咱讲，你袂使去讨论阿弥陀佛念不念，救还是歹救。各位，你若安尼，就是怀疑心，怀疑就对佛祖诽谤啊！你当呢？对佛祖就诽谤，各位对唔对？所以咱袂使去怀疑哦。只问专心会不会？是问你专心，就是你有诚心诚意无？你有诚心无？有信心啊无？你有欢喜要转去无？会不会？你有要去西方有啊无？那有，各位佛祖永远袂使互你失望，永远袂使互你失望。但要回心决定向，你只要若要转的心，要去西方的心是决定啊！我要向这个方向就对，我要向这个方向，我绝对无改变。你若安尼，各位最后临终弥陀自来应，你要往生的时阵，阿弥陀一定来甲你接引的，互你顺势脱离开这苦海，往生西方净土。后摆你去做佛祖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好，好，收起来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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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好。